清家村係首爾市中心嘅一條河流，喺納入中浪村後匯入漢江。南韓市政府為咗解決環境同埋衛生問題，喺1958年開始喺市中心嘅清家村加蓋，而清家村嘅水質因為咁樣而變得更加惡劣。03年，李明博市長大力推動之下，清家村開始咗復原工程，不但只進行咗美化、引入活水，亦都喺裏面做咗唔同嘅展覽。另外，佢亦都放置咗個許願池，當兌完門銀仔之後，就可以許願，然之後就可以掟入許願池中。而家清家村亦都成為咗首爾市中心最重要嘅親水空間，同埋一啲活動嘅場所。